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人讲台湾是宝岛，农产品丰富第一好，热天有好水果，往来西瓜莲雾通人学乐。另外青草茶、二叶仙草、透心凉嘛拢是宝。人讲食冰啉凉，食茶啉烧，食食就免烦恼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顶礼拜咱有讲过哦，风台过去了后，会回南天气会豆豆变稳定，会愈来愈热。佮加上即马热天哦，同款天气是遮尔热，到底爱食啥物款的物件会当较体凉，会当来降火气咧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都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先来看卖热天到底爱食啥物款的物件，咱分做三类。第一类就是这串冰配料，第二个就是饮料，第三个就是水果。第一类咱先看卖这串冰配料，到底爱选啥物款？配料是比较较好，会当降火气，会当体凉的。第一类就是这绿豆，啊个红豆，拢是真好的选择。亲像是这绿豆除了会当解热，嘛会当解毒，对身体是比较较好的。另外看卖这仙草，啊个二叶，这仙草内底呢，仙草除了会当降火气以外，食落去冰冰凉凉，心凉鼻道开。啊个这二叶，因为是真天然的这物件，食落去除了真有营养以外，嘛会当对这身体是比较较好，会当止喙焦。另外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到底爱啉啥物款物件会当较退火咧？第一个就是这绿茶，绿茶除了有这降火气的这效果，另外因为热天，大家流真济汗，流汗了后，这绿茶内底有这钾这元素，啉落去了后对身体是比较较有帮助。第二个就是青草茶，大家拢知影青草茶是用真济草药煮起来，所以这青草茶食了会当预防着酸。第三个就是这柠檬水，柠檬呢因为有真济这维他命 C， 内底有真济真好的这元素。所以对身体嘛较有帮助，嘛会当来止喙焦。第四个就是这乌豆水，这乌豆呢是豆仔内底第一名的这物件，上有营养的，所以啉这乌豆水除了会当降火气以外，嘛会当较体凉。上尾一个来看卖就是这水果，水果看卖这西瓜、往来、这梨啊，啊个这莲雾，这四项水果拢有真济水分，除了会当止喙焦以外，同款嘛会较体凉。另外看卖这往来内底呢，因为有这维生素，所以呢除了会当帮助消化。同款嘛，对身体是比较较好的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这这食物都会当，互大家较体凉、较体火。啊，毋过咧，提醒大家千万莫食伤济，颠倒会对身体产生负担。再来看卖热天，大家一定想着爱食冰，食冰的时阵爱特别注意，有当时啊食伤济，颠倒会害身体愈来愈热。第一类连下看卖，就是这冰淇淋，冰淇淋内底有真济成分，真像是牛奶、糖等等的这成分，食落去了后，颠倒会害身体产生负担，会害这体内温度变较悬，情绪会较烦，会较压榨。另外看卖食这串冰的时阵，买特别注意，因为串冰内底有真济这糖，食入去了后，除了会较大颗以外，嘛害这体内这氮气会愈来愈济，安尼共款对身体较无好。啊，个看卖食冰的时阵，时间嘛特别注意哦。食冰千万莫伫暗时，啊个困之前来食冰，啊个有这食饭了后1点钟以内嘛尽量莫食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食饭1点钟以内，这时阵搁伫消化，这时阵若是食冰了后会害这胃缩起来，安尼颠倒是较无好的。啊，个来看卖一寡大家的俗语，食冰啉凉，食茶啉烧，意思就是讲，食冰的时阵，莫冷叽叽，就直接食落去，安尼对身体较无好。爱放一段时间，较凉的时阵才来食。啊，个食茶的时阵，莫爱啉这烧茶，若是放到冷气，安尼对身体嘛是较无好的。啊，个这透早一杯茶，赢过百二家。唔食过量酒，唔啉过暝茶，同款嘛是爱提醒大家，千万这茶莫放过暝，莫放了冷气再来啉，安尼是对身体产生一寡负担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今日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大家食这物件的时阵，莫特别注意，爱多多补充水分，注意身体健康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再来甲时间镜头，系向以中主播。